今去年成功大学一个查某研究学生，和校校清洁工杀害案件，经过1年审查了，1审的判决已经出来。法官认为，今年43岁姓林的清洁工，伊牵涉到侮辱这个查某学生，刷落来对被害者的阿妈棍，引起无空气，不幸无命，这是超工的，依照杀人罪嫌判伊无期徒刑。 面对镜头，一句话都无讲。这名伫咧成功大学做清洁工的姓林的查某人，去年10月28号，竟然伫咧学校内底社科院大楼杀一个查某学生。经过1年的审理，台南地方法院最后判无期徒刑。掐住 A 女的脖子10到20分钟，认为被告主观上是基于杀人的直接故意。 当时，查某学生互人发现死伫咧咨商室的碰椅下骹，喙内底佫互人煎倒布，颔棍有钉过的痕，佫敢若有互人欺负。嫌犯互人掠到了后，便讲两个人有借贷的关系，佫讲家己有目睭的毛病，想要用过失杀人来减刑。但经过调查，嫌犯讲话颠颠倒倒，甚至佫查出就是强未成才来杀人。他尊重司法的一个判决，那持续会在 所有生活跟医疗的方面来照顾家属。这件杀人案，法院表示会做出安尼判决，毋那是因为嫌犯手段真凶，其实嘛有考虑到学校的安全，甲影响社会。厝内的人即马敢若希望嫌犯会当得到应该有的处罚，互因早一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若学校的方面讲，会来加强安全系统，袂互学校搁再有治安的死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